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17日，你说 You say， 请你跟我这样做。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86篇11节。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有一位王明道这个牧者他说，属灵的胜利也是从小事上得来的。一个很小的试探来到，如果你能得胜，你的信心、勇气和能力将会因此增加。在你遇见较大的试探的时候，你便容易继续得胜。我们持续看到大卫，他开始当王之后，今天进入到另外一个要面对的，就是过去他的仇家扫罗家剩下来的人。他想起来就问，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来施恩，因为他记得他跟约拿单的约定。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呢？洗巴对王说，他在罗迪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就打发人去，从这个罗迪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特来见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俯伏叩拜。大卫就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回答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看到大卫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其实是在他做决定，特别是世人会怎么做，而属神的儿女会怎么做呢？今天的经文就非常的清楚，看到大卫他的定位清楚之后就不迷惘。为什么他定位什么呢？他定位在上主，你怎么说，你怎么做，我就跟着做。从哪里知道？像我们今天说，主，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我们看到大卫呢，他越来越认识神慈爱的属性，而且他敬畏神的威严跟权柄。他不是按照一般人的那样子来对待之前曾经不断的苦追他，这个不断的让他很难过的日子，那个扫罗王。但是这个大卫他恩待扫罗家的后代，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我们看到大卫绝对不是一个野心家或者是篡位者，而他更是一位正直良善的性情中人。即便呢扫罗他真的是想要置大卫死地，可是大卫真的是不但原谅他，还尊敬他是耶和华神的受膏他甚至在扫罗王死之后，他也因此更珍惜他跟约拿单的友谊，持守他给约拿单的承诺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的真诚真的是感动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如果你找了一个你仇敌的仆人来，你问他你的主子在哪里，你如果没有感动他，他大概不敢讲
但我们看到洗巴他告诉了大卫，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一个怎么样人，所以他就说其实约拿单有个儿子米非波设还活着，于是大卫就去找他来。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属神儿女应该要有的样式。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儿子他在哪里呢？其实他说到这里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他在这边记载了这个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的这一个家是马吉，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我们看到这个是马吉是谁呢？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他对前面的那个前朝的遗孤有恩慈的心。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可是再一次来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怎么样子有恩慈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大卫是慷慨的来恩待人，而这个马吉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跟神一样是慷慨接待人的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神，恳求你教导我们来敬畏你。主说你跟我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跟着主来做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真的跟不下去我们会想很多万一这个跟下去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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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但我们如果对神是有信心的，那么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这世上过活的每一天神保守我们。若我们真是发生什么事，那么必定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好不好来跟着主做？主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们就说我来跟你这样做。主说请你来饶恕人，我们就说主，我来跟你学，跟你一样饶恕人。我们愿意这样做吗？主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我来帮助孤苦无依靠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我来跟你做，我来跟你支持帮助孤苦无依靠的人。我们一起来与主来同工，不是我们的主不能做，要我们帮助他，是我们的主要教导我们怎么跟他团队合作。我们是何等的有幸让我们在那个职分上给我们那个定位，我们就不迷惘。该跑的我们就赶快起来跑，该躲的我们就停止躲。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走错路。我们来默想，什么原因大卫要向米非波特施恩呢？我从大卫的做法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学习大卫成为合神心意，是他愿意在小事上面他也跟随你，在大事上他也跟随你，因为你指示我们该走的路，我们顺服你的真理，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敬畏你。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世上每一天所做的决定是有智慧，是做对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
我们今天跟着主来做哦，不要自作主张。我们今天要做对的决定。明天见。